叮当当鼓声做头前，阵头迎过来，也有人饮，也有人使，满街路闹猜猜。有一个长庄阿伯抢伫人旁来，头硬硬看甲嘴啊耳塞塞北部最出名的台北赢成王爷，男女老幼一直来，踮在路边摆几摆，小子看热闹，你来摇我搭你笑嗨嗨，笑嗨嗨。滴答答鼓吹牵长声，连续一直闹。市也在前，街也在后，摇摇摆摆煮风头。有一个乡村姑娘，洗菜白泡泡，无彩分外对面看地楼全国最闹热闹。台北赢成王爷，男女老幼一直来，踮在路边摆几摆，小子看热闹，你来摇我送你笑嗨嗨，笑嗨嗨。迄小小一张新面桥，沿路摇摇人。心如唱也唱响，一直摆心轻松。有一个庄脚阿婆规身金担当，头咧咧嘴来去倒倒一项大家做快乐的台北赢成王爷，男女老幼一直来，踮在路边摆几摆。小子看热闹，你来摇我送你笑嗨嗨，笑嗨嗨。厝外来离路拢到台北，已经过7年。想起当时，依来离，你就具有一些人气哈。一时阵不知怎样，悲伤珠泪。大家都把自己门面审修好，然后季节一直很多观光客。虽然是男儿日子，虽然是男儿日子，永远心体味。较早拢暗暝蒙啊，但是古早是真热闹，拢看袂到。南北货啊，南北货对。啊，你会当你家己啊？好，这个好，好。你搁看我喏，看我先来讲，我来买一卡车。大鸡啊！买菜用。买菜啊，盖体。买菜要用的大鸡，很大一个。纯粹来讲95块。纯粹讲，来看咱这猪肉龟吼，伊延伸到这个猪肉是延伸哦，听延伸到酒大龟。这古早。贵2块。个贵。伊这个是。现在是较早种特别做暗暝蒙，这特别市政府可能补助啊，就开，就这。像这种观光客，这样济，所去家有，食物件拢会在去家，一寡人拢来遮，因为像这嘛遮做书店，蒸拌面吼，来遮创一指定，所以今仔日，阮。几10年嘛，我来遮连日拍到，今日来食一只。一摆来去做一只。
你看，所以讲跟无关系，所以讲无迄关系。所以讲这个吼，有咱毋捌行过的所在，你看突然间去走出来，尤其咱是台北人，住台北市啊，变安尼。啊，你若大家兴趣来要看台北的南北货，咱台北的这古早的厝，古早的生意厝，台北市上早就是这条，嘿，这条。隔壁是叫做中山北路，延平北路，迄搭有酒家，现在去过龟水街，龟水街就是较早叫做干山楼啊，干山楼啊，大酒店啊，这较早就是酒传蒙啊，伊个就我做去家，拢恁要吃蘸酒家，还是蘸地刀啊，蘸鸡蛋羹啊，再做一寡歌，你对出来，你是这啊？来这边唱什么歌较好？来个这个唱什么歌好？这什么歌拢会唱？是哦。唱那个女王灯啊，三幺歌。唔是，迄相思伞。这啦。无是啥？这是讲古早吼，这个所在，咱大家知，这就是咱古早上界老的所在，南北会全台湾上界老的所在，有这条。除了台南卖讲啦吼，台北市遮。这你看，云地温泉啊，一寡人大家拢慢慢装潢吼，去一，配合土地个地吼，稍变一下，搁大家旱一下，这个所在变新的一个据点。离车头近，你是几人近？嘿啊。是啊，最主要是伊古早的所在，台湾上久的商业区。这个这老街这一条算是很长呢。较台北市吼，台北市吼，还佫无啥物房区，啥物，然后加上落咧。安那吼，伊款咧隔壁，隔壁就是水门南北二回入来，像这卖茶、卖布旗啊、卖北二回拢咧遮。安知吼？今日介绍较遮，拜拜。物件有买着的，物件有买着是，开95块。来行过这个所在，趁台我这骹过叮当啊！趁台阮这某还佫会叮当会行，我还佫。哪个会叮当？所以无一定爱去日本啊，台湾所在，咱若行无着所在，真济。起码要发掘一点。像阮拄个拄着厝边干嘛来洗？两个同我阿某来洗。安好，再见，拜拜。今日到这过一段路，我哋后礼拜做位收看。稻花龟，今仔这是稻花龟，台北稻花龟。好，再见喽，拜拜。踮在路边，等着伊徛到规半暝，甘愿忍耐扇东风，像一样对伊爱情实在堪味甜。心爱小姐，你是怎样？约束的相会日期，你敢来袂去？无了深更迄粒刺，闪对兵器。是目睭不是着含情甲大意，每暗拢是在梦中来对阮讲着情话，实在甘味甜。心爱小姐，你是怎样？回转来我的身边，不通来离开，甲阮谈情到天光。快乐的暗暝。
茫想起，当时踮在山仑边，双人坐在用手脚来提起结婚事项，实在甘味甜。心爱小姐，你是怎样？相信你不是野心，天款的女儿。找来安慰阮心内的意味。